Road 第5首隨想曲點樣拉呢？未拉之前已經要諗呢6個音係幾快。One 慢動作做一次。換言之，大家要攞準嘅係呢個6把位嘅1手指，呢個 D。可以先將呢個 D 拉出嚟，而千祈唔好咁樣做，拎走咗個1手指，然後撳嗰啲嘅 F sharp。如果咁樣做嘅話咧，3手指咧既要去撳呢個 F sharp，亦要去揾呢一個6把位咧，係好難㗎。我哋撳住條弦，但係唔需要用好大力，可以用連弓，感覺下嗰個距離，感覺下你嘅手指公同埋你嘅手踭點樣配合。大家見到咧，我喺度練嘅時候咧，我係冇望住個琴嘅。所有呢一啲動作一定唔可以喺望住左手之下去做，只能夠係黑埋眼，或者你望其他地方，然後去感覺下你嘅拇指啦，你嘅手踭有冇放鬆。有一點咧係幾得意嘅，原來咧要攞咗呢個 F sharp 啦，唔可以淨係諗呢個 F sharp，而係要諗呢個1手指同3手指，換言之係諗呢個 Re、La、Re、Fa， 諗呢個 D 同 F sharp。你感覺到自己係諗緊2個音咧，咁你2個音都會準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只係諗1個音，你只係諗個 F sharp 嘅話，好容易2個音都會唔準。